有民间团体表示，讲即马有头家竟然要求劳工就要请防疫照顾假来减轻企业的损失，建议防疫照顾假就要提供一寡津贴，而且是针对着无法度请假的医护人员、警消人员等等，嘛就要提供顾囡仔甲中照服务。台湾疫情紧张，虽望政府有规定，厝内有囡仔也是身心障碍者的人，会使来请防疫照顾假。不过，请防疫照顾假可能会有经济压力。另一方面，徛伫第一线医护人员，颠倒可能因为伤过无用，头家唔帮人等等原因，无法度来请防疫照顾假。防疫照顾假因为即马无薪嘛，当然你若讲无薪水，当然有诶劳工就唔敢请嘛。就是讲，你若讲无法度请，因为你是维持这个社会运作上基本的人员嘛，你无法度请假，所以你厝诶囡仔怪有人顾，你就要有一个所在，会使甲因做伙顾安尼啦。护理心智基金会建议，防疫照顾假应该要有津贴，而且以前一年劳保的边境投保薪资来做标准。另外，嘛会使参考德国、纽西兰等等国外的经验，将维持社会基本运作的人员拣出来，提供因托育、长照服务。例如说，像我们之前也听说，就是有家长他可能一个是军人，然后一个是护理师，然后都没有后援。那今天这两个职业在防疫的情况下，可能也都没有办法就直接防疫照顾假。他们也会让就是这些劳工，如果他们家庭有照顾需求的话，他其实会在例如说一些托育设施或是长照设施，他保留最骨干的人员去照顾这些劳工的家属。护理身体表示，目前有甲一寡党团记者。希望目前当日现在的纾困条例会使考虑这个诉求。顶礼拜条例已经完成2读，有可能伫这个月底完成3读。护理身体呼吁政府千万唔通袂去理遮维持社会基本运作的人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